章，阮所讲的事，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阮有这款的大祭司，已经坐伫天顶至高者宝座的大屏，伫圣所，就是真的帐幕内做执事。这个帐幕是主所带，毋是人所带。凡那大祭司，拢是为献礼物甲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伊若伫地上，的确袂得做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，因供奉的事本是天顶的形状甲形象，拄亲像摩西得要做帐幕的时阵，得到上帝警戒，伊讲：你着谨慎，做逐款的物件，拢要照伫山顶指示你的样式。现今耶稣所得的责任是敬美的，拄亲像伊做敬美的约的中保。这个约原是凭着敬美的应允立的，迄个情约若无下除，就无为祈求后的约。所以主指责伊的百姓讲：日子要到，我要甲以色列家、甲犹大家另外立新约，无亲像我牵着因祖宗的手，带因出埃及的时阵，甲因所立的约，因为因无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无插因。这是主讲的。主阁讲，遐个日子以后，我甲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就是安尼，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内面，写伫因的心顶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因毋免逐人教导家己的乡里厝边，甲家己的兄弟讲，恁应该认捌主，因为因对细到至大，拢的确认捌我。我要宽恕因的不义，无搁纪念因的罪愆。既然讲新约，就以前的约是旧的，总是迄个渐渐旧，渐渐衰退，就的确快归伫空空。